，iPad 炒唔起，隨時變蟹貨。一眾果迷等到頸都長，新 iPad 終於到手啦！上網訂到嘅幸運兒就去 IFC 攞貨。我諗住攞出嚟，冇啦，咁難得先訂到一部送俾人，一部自己用咁啊！做你個 friend 真係幸福啦！哇，使唔使咁誇啊？佢山長水遠由哈薩克嚟香港玩，諗住用7000蚊收部64GB新 iPad， 結果都冇人蘇佢。梗係啦，今次蘋果玩網購，一人限訂2部咋，真貴到爆。不過 IFC 出邊都有人即場放機㗎。至於蘋果嘅分銷商就有醜派，引晒班排隊黨去搏下彩數。喺銅鑼灣時代廣場，一個巴漢因為俾同鄉打尖，結果俾人打到爆晒光，打尖嗰個仲暈得一陣陣添，陰公咯！仲爭乜鬼啊？入咁多，隨時變蟹貨啊！本來賣3888嘅16GB WiFi 版，先達淨係收4200蚊，同之前話會升到6000蚊，差成條街啊！有人話齋賣都唔夠飲茶，下晝先達，仲有鋪頭唔收機添。回收價會唔會遲啲有高嘅？可能都唔會啦。差唔多啦，呢個價都 OK 嘅，會跌咯，但係又唔會升咯。佢間鋪16GB都係收4300至4500咋，大陸就高啲，收5001蚊港紙，炒唔炒得過？你哋自己諗啦。